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我们第58天的共读，我们要继续来看南国的最后一位好王约西亚。在南国8位好王当中，有4位，特别是针对上帝的律法书、神的话来进行改革。好，那这4位就是亚萨王、约沙法王、西西家王以及约西亚王。约西亚这个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所医治的。好，那他的父亲是亚门，他的祖父马拿西，但他的曾祖父是西西家。我们今天要来看关于约西亚王的记载，一直到明天23章。你在里经第一章，约西亚在位的时被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，他老母叫做亚底代，是波斯家人，阿代雅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最好的事，行伊的祖先代笔的路，无偏左偏右。约西亚特别记载他的母亲耶底大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心爱的。他在波斯家，好，也是在耶路撒冷南国的区域。那他的外祖父呢是亚大雅，意思就是耶和华已荣耀了他自己。那相信这母亲或是外祖父呢，亚大雅对约西亚有一定的影响。那在8岁登基做王，但是他却能够成为神眼中看为好的王，而且效法他的祖先大卫。约西亚是大卫的第17代的子孙，但是呢，他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信仰的传承，使他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。而在约西亚的时代呢，也是亚述帝国渐渐衰落的时期，特别在约西亚登基的第8年。好，那这个亚述王呢死了，好，那让亚述帝国也衰落，所以约西亚他就有了改革的机会，还有空间，甚至我们在明天的23章，约西亚所推动的全国性的守逾越节，好，它能够推动到北国的范围，撒玛利亚去，好，那也表示亚述帝国的控制呢已经衰落下来。那在历代志下34章，好，特别有补充，好，是列王记看不到的，就是在约西亚在位的第8年，也就是他16岁的时候，有第一次的改革，就是在他年轻，但是他寻求他祖先大卫的神。好，那所以这是约西亚他在他年轻的时候推动的这个复兴，而第二次的复兴呢，是在他做王的12年，也就是约西亚20岁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洁净犹大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、亚瑟拉雕刻的像、铸造的像，拆毁朱巴利的坛，砍断坛上高高的香坛，又把亚瑟拉雕刻的像、铸造的像打碎成灰，撒在向偶像献祭之人的坟上，把祭司的骸骨烧在他们坛上，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又在北国区域的马拿西、以法莲、西缅、拿佛他利各城和四周围的废墟，拆毁祭坛，把亚瑟拉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，砍断以色列全地所有的香坛，才回耶路撒冷。这一个记载呢，虽然在列王记没有，但历代志下34章好记载这样的事情，而这些事呢，也应验了300年前，好在列王记上13章，也就是南北国刚刚分裂的时候，北国的王耶罗波安，好，那他后来去拜了金牛，好，那被神人所指责，好，所以神说谈啊谈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必将在你上面烧香的丘坛祭司宰杀在你上面，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哦。好，那并且设立这预兆，好，那所以这个事件呢，好跟约西亚真的来成就呢，好大概已经相隔300年，好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。好，约坦当初在帮他的儿子取名叫约西亚，耶和华所医治，好可能也没有连结想到说。这件事情，好，因为约坦本身是不读律法书的，好，因为他的父亲马拿西，好是非常的败坏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第3节。约西亚王第18年，伊派米苏兰的孙阿萨利亚的囝书记撒番去上主的殿，吩咐伊讲：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，
请伊将圣殿门口的守卫对人民守来，带入上主圣殿遐的文点算清楚，交互管理上主圣殿的人，互因转交上主殿内的工人，就是做木师傅、建筑工人、甲土水师傅去买材料、甲价金的少，通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。毋过毋免甲伊发工钱的人对笑，因为因做代志诚实。好，那这里提到约西亚王呢，好，他也要修复，好，因为他的祖父马拿西，好，大肆的玷污了圣殿，好，把亚瑟拉、把巴利来、把天上的万象，好的，这来破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而他要进行修复。而这些推动的呢，包括门口的守卫、工人、木匠、瓦匠，还有凿石头，好，这些呢，好，可能都是像让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12章，好，当时约阿施王，好，也要求他的姑丈耶和耶大大祭司呢，好，应该要来认真的做这些事情了。啊，那一群经手的人呢，就是利未人，而这里呢也提到这些人应该也同样都是利未人啊。好，表示说这群利未人他们办事诚实，也因为他们非常的忠心，甚至没有提到半个人的名字。好，但是因为这一群人呢，好让他们修复圣殿，也间接好来发现了律法书。好，书记沙番，好，这个沙番的意思就是好这个沙漠动物石獾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在沙漠当中能够耐旱，好非常容易生存的动物啊。好，但是他却做了约西亚王的书记。好，那甚至呢，好沙番的儿子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的名字叫做亚西干，而沙番的孙子。好，那就是基大利。好，基大利是谁呢？就是在耶利米书出现，好，这个南国王国被掳，好的时期，好，那时候犹大的省长，哦，基大利是巴比伦王，好来指定的，好，基大利，好就是这位沙番的孙子，好，所以沙番的家族呢，从沙番到他的儿子亚西干，再到他的孙子基大利呢，好，在圣经当中呢，好都被记载。好，第8节，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讲：我伫上主圣殿内面发现一根律法的册，希勒家将册交予撒番，撒番就读迄根册。书记撒番去见王，回复王讲：列伯林已经将殿内的文拼出来，交予管理上主圣殿的人。书记撒番阁对王讲：大祭司希勒家有摕一根册予我，撒番就伫王的面前大声读迄根册。王听到律法师的话，就拆离伊的衫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、撒番的囝阿希甘、米该亚的囝阿吉波、书记撒番，甲王的人臣阿撒亚讲：恁去为我甲全体犹大人民，将所发现这根册的话，请问上主。因为咱的祖先无听探这根册的话，无照所记载对咱的教师去做，所以上主对咱发大受气。对安尼，大祭司希勒家、甲阿希甘、甲阿吉波、沙番、阿沙亚，做伙去见女先知何列代。伊是管理礼服迄个沙龙的某，沙龙是哈尼哈苏的孙，电话的囝。何列代住伫耶路撒冷的新的城区，应甲伊请教。这一群利未人默默的来修复圣殿，但是大祭司希勒家，希勒家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。好，那他呢发现了律法书，交给书记沙番，沙番就是石獾，沙番呢又带到王的面前，好，王呢就读给王听。那王一听呢，好，他就撕裂他的衣服啊，好，为什么呢？好，因为他知道为什么他的国家，为什么他的百姓会遭遇这么多的患难，好，原来就是没有来遵守神的话，所以他就招了5个人，好，首先就是大祭司希勒家。第二个是沙番的儿子，叫做亚西干。亚西干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兄弟已高升。在耶利米书26章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耶利米被攻击，但是就是这位沙番的儿子亚西干来保护耶利米。还有第3位呢是米该亚的儿子雅各坡。雅各坡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老鼠哦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有石獾，有看到老鼠。第4个就是石獾，好，就是沙番书记本人。第5个是王的另外一臣仆叫亚萨雅，亚萨雅就是耶和华所造。
耶和华所造。好，那这几位呢，他们要去代表王去求问神。说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，神生气了，现在他们该怎么办？神的生气是不是还继续在生气？所以他们就去见谁呢？去见户勒大，就是一位女先知啊。好，那这位女先知的先生叫做沙龙，沙龙是指平安，沙龙呢又是哈尔哈斯的孙子，哈尔哈斯呢，好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非常贫穷。好，那沙龙是特瓦的儿子，好，特瓦的意思是希望哦。好，那还有呢，户勒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指幼鼠。好，顺便看到有石獾，有看到有老鼠，还有看到非常贫穷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报应。好，这几个名字的意境呢，可以让我们知道，其实就算是约西亚王，好，但是那时期人民呢，好，他们的生活。好，他们的过的日子，好，可能好像住在沙漠，住在干旱，住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啊，好，是非常贫穷。好，但是这个户勒大女先知呢，好，她就来接收到这样的讯息，要来求问神。我们继续来看第15节，伊对因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。恁去回复找恁来见我的人，甲伊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照犹大王所读迄卷册的话，敢知好伫这个所在甲这个住民，因为因气杀我，甲别的神明烧香，用因的所做叫我受气，所以我对这个所在发大受气无煞。毋过找恁来请问上主的犹大王，恁就安尼对伊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。你就听，我要互这个所在趴远，互这个住民受咒诅，你就忏悔，伫上主面前谦卑，搁拆二三，伫我面前啼哭，我有听到上主讲，所以我要互你平安离开世间，转去你的列祖遐，你袂看到我所要降落伫即所在一切的灾祸，因就倒去，将这个话对王回复。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，好，那上一次出现律法书呢，好，是在列王记下第14章的时候的记载，好，那列王记下第14章，好，那记载了这个生命记，好，就是亚玛谢王。好他按照神的这个意思，虽然他的父亲被臣仆背叛所杀，可是呢，他没有因子杀父，也没有因父杀子。好，这是来自于生命记24章16节的记载。好，那但是呢，离约西亚王这时期呢，已经有180年。好，但不代表说这180年都没有读律法书。好，因为我们在读过的18章，看见西西家王，好，他遵守摩西的诫命。好，所以可见西西家他是认识律法书的。但是西西家之后，好，有一个王马拿西在位55年，马拿西又有一个坏王儿子，好，亚门2年，然后现在一直到约西亚做王18年。好，所以55加2加18，好，加起来好大概有75年。好，那可能有75年的时间呢，好，百姓已经没有读律法书，好，那这个时间也是相当的长。以至于呢，好，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去遵守，怎么样去谨守。好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户勒大女先知，好，那她说神的愤怒依然是好，因为神好所说出来的话好必不落空，而且神呢要按照公义来审判，即便有一个好王撕裂衣服，又谦卑，又心柔软，又祷告，又向主哭泣。但是上帝的怒气呢？上帝的义怒呢？还是要来公义的审判，仍然要来执行。但上帝给约西亚好一个特别的恩典，就是说20节，我必使你归到你祖先那里，平安地进入坟墓啊。好，那我们在明天最后会看到约西亚王呢，好，他是战死在这个米吉多，好，因为他要去抵挡法老尼哥，好上来，好跟这个亚述王好的联合，好，所以他就战死在那里，好，虽然死的时候很年轻，只有39岁，好，但是呢，他能够安葬呢，已经是后面这些王来说呢，已经是最好的。好，那平安进入坟墓也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哦。好，但很可惜，约西亚能够继续的担任王的话，好，或许南国还会有一批的复兴。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好，前面有马拿西，马拿西前面还有西西家。好，上帝对西西家说，
因为他心骄傲，所以神要让他的后代被掳巴比伦。还有因为马拿西，他作恶流人的血，所以上帝要把耶路撒冷像擦盘子一样这样子翻过来，要翻覆，倾覆，整个耶路撒冷城。所以上帝所说的话呢，仍然必定要成就。在约西亚同时期，还有先知耶利米，还有先知拿鸿，还有先知西番雅。那在这些先知当中，算是耶利米呢，的连结最深。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看到，当时的约西亚王时期，以及约西亚后面的4个王，约哈斯、约雅敬、约雅金、西底家这4个王当中，有3个是兄弟，约雅金是约西亚的孙子，但是这4个王呢，都没有办法再使南国起死回生，因为神已经定义，最好的结局呢，已经只有在约西亚身上，他就是能够葬在墓中，其他的呢，他们可能，都是，要一个比一个的还要受到上帝的惩罚。今天的金句在22章第11节。王听到律法书的话，就拆你伊的衫。我们看到真理的大复兴，因为是有隐藏在微小诚实的服饰背后，律法书会被发现，不是在一个特别盛大的宗教盛会或是特会当中被找到，而是在一群的匠人、工人、瓦匠，他们默默的修复圣殿，还有这一群交办管理的人，他们对于财务、对于行政完全办事诚实，是这样子无名的、默默的日常服饰当中，而神亲自挖掘出了律法书，也带来约西亚王，他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回应。还有寻求神，而神也让他明白上帝的旨意在哪里。我们也可以对照我们自己每一天日复一日忙碌的工作当中，我们的圣经是否也被丢在某个遗忘的角落，而忘记大声读圣经的滋味。好，我们看见约西亚王，好，那请书记来读圣经。而他听了，就撕裂衣服。他如此直接诚实的回应，我们对上帝的话是否也愿意回应呢？而这一场不可避免的结局，或是末世的属灵风暴，对约西亚王来说，他已经做好准备，他知道，这是一场不可免的灾难。好像耶稣也告诉我们，在末后，有这个末世要来到，有这个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有一切的这些的危险的日子。但是呢，我们只能够祈求神，保守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避难所，也能够求神赐下那出人意外的平安的同在，能够保全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知道神掌权，不管在旧约的时代、新约的时代、现在时代，或是将来进入末世的时代，我们都知道神永远掌管一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透过约西亚王，他虽然只有39岁的生命，但是他有受到母亲的影响，他有来效法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道，同时在他所带领的团队当中，能够办事诚实，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。而当他们领受到神的话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他们就心柔软谦卑，同时向主哭泣来寻求神。相信这都成为我们在今天所要继续学习的功课，也让我们明白在末世，在将来的日子有危险有灾难，但是耶稣已经应许我们，他已经胜过这一切的灾难。那么在耶稣里面能够寻找到平安，也让我们的生命在世上能够用生命来影响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子粒，能够将天上的救恩能够与人来分享。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